大家平安。今天8月6日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，来领受他的话语。愿上帝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盼望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我们再次到主面前，一起透过这首诗歌，一起来敬拜，深深爱你。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赐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更加的肯定的说：主，我们爱你。就如同你的学生回答你的一样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然而主，你也常这样问我们：你爱我超越这一切吗？主啊，或许我们也像你的学生一样说我爱你，但是我们却还放不下这世上的一切。
主啊，愿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回应你，我们深深的爱你，超越生命中的一切，也让我们能够用尽我们一生，用尽我们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爱你，来荣耀你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能够将自己摆上，更深的去经历你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也恳求你持续的带领我们，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8月6日，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9章第29节到第37节。列王记下第19章第29节到第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接着，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说：现在我给你一个预兆，今年明年你只有野生的植物可以吃，到了后年你就可以播种收获，也可以种葡萄，吃园中出产的葡萄。犹大国劫后余生的人仍然会像植物一般地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在耶路撒冷，在喜爱山上，仍然有劫后余生的人居住，因为上主定义要成就这事。至于亚述皇帝，上主这样说：他进不了这城，也无法向这城发一支箭，拿盾牌的兵士不能走进这城，也不能在附近的地方筑造围城的土墩。他从哪条路来，也要从那条路回去。他进不了这城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，也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要亲自保卫这城，拯救这城。当天晚上，上主的天使进入亚述人的营中，杀了18万5千兵士。第二天天亮，遍地都是尸首。亚述皇帝西拿基立只好撤退，回尼尼微去了。有一天，他在庙里拜他的神尼斯洛的时候，他的2个儿子亚德米勒和以利色弑杀了他，逃到亚拉拉去。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继承他做皇帝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9章第29节到第37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前几天经文我们看到说，亚述王派人去对以色列做心理战。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生命里面也常会经历这样子。在面对这些心理战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一些？我们常会经历这些。如果你的生命的素质没有很高，应该说你的生命的品质、信仰品质不够高的话，很容易会被影响。就像我们这世代一样，当我们面对到许多人的恐吓，或者是挑战，或者是很多的异端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信仰品质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被拉走了，很容易在当中经历到这许多的事情，生命就跌倒。然后很多人就会开始抱怨上帝，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？为什么你没有祝福我？为什么？我们有超多的为什么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王所带出来的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这样的品质。这些王可能在一些人恐吓他的时候，他就降服了，他就去把他们家的所有家当都拿出来。有一些王是在这个位高权重的人身上跟着走的时候，就像那些大祭司还在的时候，他们好像乖乖的跟着走。但是到这些大祭司或者先知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就变了，他们就照着自己的性子来做这许多事情。这也很像很多的小孩一样，当他们可以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时候，就不再管以前爸妈教什么，就回复了，因为上面的人压着他，他没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的生命都是如此。也就像很多孩子大学的4年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会说啊，大学就是这样子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在大学的时候，好像有些人回顾是说他在探索他的生命。当他离开父母的时候，没有拘束的时候，他活出自己，他过他自己要的方式，那样的生活，不管是翘课、打工、交男女朋友、去玩、夜冲，在这许多过程当中，去找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有许多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发现这不是我要的。当然，有些人发现原来我要的生活是如此。所以在这许多的探索过程当中，让许多的父母很担忧。而这过程当中，何尝不是像父亲跟孩子，上帝跟以色列人吗？上帝也一直在担忧着他的孩子们，担心着以色列犹大国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亚述王将派人来这当中，来呛瞎、来骂阵等等的，做这许多心理战，有很多人就很害怕，甚至他们也讲到说：你们不要去听西西家的话，不要去听西西家王的话，要回来听我的，你们好好的跟着我就对了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看到你的生命要怎么样来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像这样的过程，不也就像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吗？中国跟台湾、南韩跟北韩、俄罗斯跟乌克兰，还有许多的国家，在中东的事件也一直在发生。所以让我们在这当中去思想，当你面对到这样的情况，当我们的国家面对到这样的情况，当然现在的总统、以前的王一定会出来安抚人心，而这样的王，他所说的只是安抚吗？还是真实的我们要去经历这一些？当西西家他要去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也找了以赛亚来。当以赛亚来的时候，带来上帝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上帝的话语能够安抚你的心吗？
这样的安抚你的心，是真的上帝的话语在当中，上帝的应许临到这当中，要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盼望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盼望。当我们现在看乌克兰，当我们现在看以色列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乌克兰有希望吗？有盼望吗？在这样2年战争下来，我们看到好像全世界缺小麦，缺什么？在当中你看到了什么？因此，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事件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回来看上帝的心意在当中临到以色列，临到犹大，是不是也临到我们这个世界？这边提到说，接着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说：“现在我给你一个预兆，现在我给你一个预兆，也就是上帝让以赛亚讲了一个预言。而这样的预言不是以赛亚自己去编造的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有些人他说我有领受，但他讲出来的很奇怪，或者讲出来的，不是已经发生了吗？讲出来是怎么样？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讲的是真的假的？这个人讲的是不是他编的？确实，有些人为了得到某一些利益，他编造了某一些话语；他为了达到某一些东西，他去编造某些东西出来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讲的，当一个先知、一个士师，其实我们要去查验他。当然他自己要去查验，我是不是这样子分。像我们在看之前的以利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以利亚他也有很多的生命的问题，但是上帝持续不断的把他拉起来。当他在生命的沮丧当中，上帝给他知道，你的缺乏我都供应你。当他进入到某一种的忧郁当中，上帝派给他任务，让他继续去执行，也让他看见上帝所带来的盼望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去看到，在这许多事件里面，何尝不是上帝的作为就在这当中呢？而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，是不是会验证？是不是会实现？是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？就像以利亚、以利沙一样，当他们说这些预言的时候，这些王也不尽然会听。所以在那先知里面也提到说，如果王可以回来的话，那我所说的话就是假的。而在那场战役当中，我们也看到王确实没有回来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赛亚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先知，所以他所领受的话语，他所说的是从上帝那边来的，上帝透过他来说一些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给你一个预兆，今年明年你只有野生的植物可以吃，到了后年你就可以播种。所以在当中看到今年跟明年是一个状况很糟的状况的2个年，或许对他们来讲，这2个年也没有什么种子可以用。在这2年当中，可能还在战争，这2年当中，可能很多毁坏他们的各方面都还没有办法修复回来。所以在2年很糟糕的状况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耕种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当我们在讲到乌克兰的时候，现在还在战争，或许他们还有些人在做耕种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土地，他们无法耕种，他们要继续耕种，可能随时被毁坏掉了。或许他们继续去翻土，而这些土可能马上又遭殃了。当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这些没有办法好好的收成。或许这些长起来了，但后来也没办法收割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也很多的事情在发生，持续的有许多的问题在当中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耕种，没有办法好好的收成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经营这一些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说要耕种
植物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放了然后就可以收成。其实在耕种的时候是有许多事情要做，而且很多农夫其实也都说他们是看天吃饭的。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说，在这2年你们日子会不好过，你们只有野生的植物可以吃。但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想法是，在当中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耕种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过日子，但是上帝依然喂养你们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是不是让我们生命能够看到一线曙光？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有野生的植物可以吃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或许你会觉得哇，只有野生的，那够不够吃？但是换个眼光来看，在当中是不是还有野生的植物可以吃？这边虽然是说只有野生的，也就是你们没有办法耕种，没有办法你继续养殖，但是还有野生的。让我们想到说，圣经里面讲到那些鸟，它们不种也不收，但是上帝依然让他们有足够的粮食，让他们依然能够生长。所以虽然经历这许多的状况，然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。到了后年，你就可以播种收获。所以就是到了第3年，景况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你就可以播种收获，可以种葡萄，可以吃园中出产的葡萄。所以从这当中可以看到，在第3年的时候，这样整个情境能够恢复回来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就如同我们过去3年的疫情一样，这3年疫情状况越来越糟，但是过了这3年之后，整个情境好像改变了。我们现在好像又回来我们原本的日子，所以生命在改变，处境在改变。上帝给希西家王以及他们国家有这样的盼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这样的恩典与盼望？或许你生活在很难过的日子，但是我们也要去领受上帝所给的应许，上帝所给的盼望，让我们不是只陷入在那种迷惘当中，而是上帝要真实赐福于你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即使在困苦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依然要敬拜上帝，我们依然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或许在很多事情当中，我们会有许多的抱怨，会许多难过的事情。然而在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你要怎么去看待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。许多时候我们在很困难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就陷入在那里面，也陷入在别人跟你说你的上帝没有用，你的上帝救不了你，只有靠我，你要靠那些都赢不了我。然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在希西家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讲的就真实发生。上帝要赐福你就赐福你，上帝说他要为你出手。我们看到后续的经文，杀掉了这么多敌军，让希西家他们不用亲自出手。我们也看到亚述王讲得多厉害，但是上帝一出手，就兵败如山倒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上帝透过以赛亚所带来的盼望。这当中也讲到说，犹大国劫后余生的人，仍然会像植物一样往下扎根，
向上结果。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其实这好像是我们很多年前总会的一个标语，还是很多单位都在用的一些标语。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蛮常看见这句话：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而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所以犹大国劫后余生的人，仍然会像植物一般的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所以刚才讲到说，他们的农作物可能这2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播种、去耕种、去收成，但是接下来不一样，第3年他们能够恢复回来。这边上帝也给他们应许，他们能够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所以虽然是剩下这些人，但是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临到，大大的祝福在当中，让他们持续的能够扎根，能够结果。在当中持续的去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在当中让我看见的是一种盼望，是一种应许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担忧，我们看不见盼望，看不见未来。然而这当中，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未来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，或许也就是一种新的创造，也类似一种新的创造，在摧毁之后，一个新的创造出来，在第3年能够播种，能够耕种，能够收成。第3年也看到人也是如此，要扎根，要结果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？经历了疫情，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之后，我们一样需要扎根，然后结果。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很多都没有扎根，然后说不出果，说都没有结果。我们生命、我们的信仰没有做好扎根，所以我们也很难以结果。有很多有扎根的，也一样没有结果。所以上帝应许在当中祝福在犹大国，让他们能够劫后余生的人能够一样扎根结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里面也需要这样子。这让我想到前2个礼拜的台风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树倒了，而这些树倒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说，有些人就会说，这些树本来就有问题，它们的根都不深，所以风一吹，倒的机会就很大。而且这次的台风风力很强，但是那些根扎得够深的，它能够继续的屹立不摇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那种扎根扎下去，它能够站立得稳，它的根扎下去，它能够有吸收很多的养分跟水分。虽然表土可能是干的，但是它往下去，就像我们在看很多榕树一样，榕树它真的很厉害，它在更艰难的地方都能够扎根。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水泥墙上，好像都会看到榕树，因为它飘到那边，然后就能够在那边扎根，甚至后续继续结果，继续飘到各个地方去。31节这边说，在耶路撒冷，在锡安山上，仍然有劫后余生的人居住，因为上主定义要成就这事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了，在耶路撒冷，在锡安山上，
在上帝所保护的地方，依然有许多劫后余生的人，有许多的渔民，因为上主定义要成就这事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即使遇到更多大的危难，上帝依然保守，上帝的恩典依然在当中。虽然经历了许多的事情，依然可以看见上帝在保守着他所拣选的人民们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害怕担忧的时候，即使在更困难的时候，上帝依然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上主定义要成就这事。许多时候我们听到上帝的应许，听到许多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会发生啊？真的会祝福吗？真的会怎么样吗？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来恩待以色列人，上帝也要这样来恩待我们。接着以赛亚在讲到，至于亚述皇帝，上主这样说，他进不了这城，也无法向这城发一支箭。也就是可以看到他无法发动攻击，对这个城他没有办法进来，连射一支箭的机会都没有，连远攻都没有，更不用说靠近了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进不了这城，也无法向这城发一支箭，然后盾牌的兵是不能走进这城，也不能在附近的地方筑造围城的土墩。所以他讲的可能是他们当时蛮常用的一些战术，向这城射箭，然后拿盾牌的人近距离的攻击，近距离的围困，在附近筑城，建造筑城的土墩，这都是他们蛮常用的一些公式。但这边讲到说，亚述皇帝这些军队连这些都没有机会做，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保守着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连这些基本的公式都没有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要亲自出手，上帝阻挡掉这些，也亲自出手去攻击。所以上帝这样保守，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的生命何尝不也是如此呢？当上帝要保护你，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帮我们挡住了这许多的攻击，而这边所讲到的说，上帝不只挡住这些，也撤掉他们的攻击，让他们无法发一支箭，让他们无法走近，让他们无法围城，当然也进不了这个城。所以他从后面讲过来，他进不了这个城，因为连一支箭都发不了，他们也无法靠近，他们也无法围城。接着也讲到说，他们从哪条路来，也要从那条路回去，他进不了城。所以这当中可以看到，上帝所要讲的就是，我没有将你们交给他们，我没有将你们交给他们，所以你们放心，这不是我的心意，我没有要将你们交给亚述人、亚述皇帝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生命？所以上帝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在最后补一句：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，
也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要亲自保卫这城，拯救这城。所以前面讲的就跟这句话讲的是一样的，让亚述皇帝的这些兵、这些将，他的军队无法攻击，也无法靠近，所以更不用说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城。所以他这边讲的说，为了我的缘故，也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要亲自保卫这城，拯救这城。这就是上帝的应许，这就是上帝的出手，这就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，当我们面对到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先寻求上帝的帮助。我们看到希西家就是这样子，当他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他先来到圣殿，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当上帝透过以赛亚说了这些话之后，当天晚上，上主的天使进入亚述人的营中，杀了185000兵士。所以当天晚上，上帝讲完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出手了。所以上帝这样做完之后，当然他们就或许落荒而逃，或许没有什么好打的。他们知道这是不一样的时刻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第二天天亮，遍地都是尸首。所以上帝的天使杀了185000兵士，但第二天可以看到遍地都是尸首，因为这数量非常的多。亚述皇帝西拿基立只好撤退回尼尼微去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出手了，上帝亲自动手，所以他们也看到这样的状况，也就这样退回去。所以也如同上帝透过以赛亚说的，他们从哪条路来，就从那条路回去。所以亚述皇帝西拿基立只好撤退回尼尼微去，死了非常多的人。他们那时候的气势已经不同了。前面的经文有讲到说，有这样的预言，当希西家他去到圣殿之后，有听到这样的预言，透过以赛亚所带来的，讲到说亚述皇帝会听到风声，所以他会回去，然后他会被杀。这边也就是如此。有一天他在庙里拜他的神尼斯洛的时候，他的2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弑杀了他。所以这边也提到说，确实他回去了，然后他也被他的孩子暗杀了，被他的孩子杀死了。2个孩子杀死他，另外一个孩子上来继承他做皇帝。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也就照着上帝透过以赛亚所带来的，透过以赛亚所说的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临到这当中，照着这样发生。所以上帝的话并不是神话而已，是真实神的话，是真实上帝的话临到。上帝的话语是带有权柄的，上帝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。上帝说了，事情就按着这样发生了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带给他们盼望，带给以色列人盼望，让犹大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了盼望，让希西家他们得着了这样盼望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给他们这样盼望，让他们知道这2年日子难过，但是第3年可以恢复他们的生活。因此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你领受到了什么？
其实这也是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我们常常，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，遇到一些陷害，我们也常常在那边舔伤口，在那边抱怨，在那边埋怨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怎么样？我们一直停留在当中。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上帝要让我们去看见，不单单只是你面对到这些问题，而是我与你同在。说我们是埋怨，我今年没有东西吃，明年没有东西吃，我们日子这样还有2年很难过日子。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看到，虽然有这样的破坏、毁坏，然而在第3年当中，你们可以恢复原来的日子。当我们在数算这些日子的时候，确实日子不好过。但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，何尝不是生命里面都有这许多的点滴？或许我们会觉得，我们种什么都无法收成，我们只能去野地里去摘这些东西来吃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看到，即使我们在这么难过的日子当中，上帝依然供应着我们？因此在这里面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只看到了你的难处，还是看见上帝的恩典？当他们所遇到这许多事情，何尝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？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？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要进到上帝的心意当中，我们要去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。因此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他讲到这些的时候，虽然生命不好过，但是上帝所预留下来这些人，依然在领受恩典，依然在领受这样赐福，依然有上帝的祝福同在。而皇帝亚述皇帝，上帝把他挡在外面，上帝也出手去攻击，上帝保护着他的人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再回来思想今天上帝的话语，在列王记下第19章第29节到第37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对你说话，愿上帝就祝福在我们当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，你都陪伴我们。当我们遇到了这许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依靠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在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因着别人的话语而受了影响。但是当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，你说你的话语，回到你面前与主你同在，听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坚立不摇，能够站立得稳。许多人都跟我们说，没有谁可以依靠的，只有我。许多人都说，你的上帝也没有用，只能依靠我。也很多人都说，你现在的处境就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所以你被惩罚了。许多时候我们遇到了这许多话语，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，单单的安静下来，领受你对我们说的，让我们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回到你面前，让你来带领。恳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茁壮，更加的依靠你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愿意跟随你，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就像以赛亚对希西家所说的，我们也看到犹大国这些人，他们日子真的难过，但是你给他们希望，你给他们看见了生命的曙光。或许还是有人会抱怨，这2年的日子还是很难过，但是你应许他们在第3年要恢复，第3年要回来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得着你的安慰，得着这真实的应许，得着这真实的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，将自己摆上，恳求主你恩待我们，恳求主你继续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我们所分享的、所默想的、所领受的，愿主你都祝福我们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就是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祝福我们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带领着我们每一天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